我試過咁多咧，我覺得唯有香格里拉嘅松茸咧香煎先俾到你呢種極致嘅享受。松茸市場咧魚龍混雜，真正嘅香格里拉松茸真係唔多噶。咁我一直堅持咧做香格里拉松茸，因為咧佢香味夠，同埋佢最重要嘅一點就係喺山度採咗落去，我即刻可以發貨俾你，做到最新鮮嘅標準。今年又嚟到香格里拉，而家上山挖松茸。咁咧呢度呢片山林咧就係當地啲村民全部自己村保護好嘅。咁呢邊咧要有採摘證同埋要有當地人帶咧先可以上嚟摘㗎。個個話香格里拉松茸，香格里拉邊有咁多松茸供到出去啊？我哋呢啲本地人收嘅，一日先收嗰200-300斤嘅咋，成條村咁到處收。凡係呢邊啲菌咧，佢要又出太陽又落雨，又出太陽又落雨，有濕度夠佢先出到嚟嘅。如果長期好天咧，又冇；長時間落雨咧，又冇噶。哎呀，睇住啊睇住啊！哇，點樣滾咗落去都驚係個陳總。海拔3500啊，唉，仲要往上爬。哦，呢度啊，哇，好多辣㗎啲樹葉。喂，你條底橫收埋佢先好。我平時係執呢啲青苔係鋪喺松茸度嘅，所以你唔好以為呢紮青苔容易執啊！哎呀，唉，終於行翻嚟呢條主路上面。像這些就是已經出過松茸，所以就被掃過了。哦，松茸窩。對，松茸窩，我們香格里拉松茸，因為第一高海拔，第二的話，咱們你看這松葉，這個底下松茸在出在下面，所以它就可以達到一個特別保鮮的一個作用，挖出來就特別漂亮。哦，而且粗壯，這個土是軟的嘛，所以它就比較粗壯一些。哦，味道很鮮，就我們的吃起來就綿一點，肉質頂嫩，就是脆一點，脆一點，它爆出來的湯就很足。我之前試過雲南其他有些產區不怎麼香的，沒什麼味道。炸的那種，它就完全兩種不同的那種。哦，啲海拔的完全不一樣。對對，完全不一樣，不好找啊！是不是走了那麼久，一個都沒發現？揾到啦，終於揾到啦！嚟啦，行咗個兩個鐘啦，個拍檔揾到啊！你睇，仲未出嚟啊，仲喺泥土入邊啊！你一扎扎趌起晒嘅，邊有咁多？就係咁樣噶啦，啲松茸喺土入邊都未出嚟，好細隻啫喎，咁細粒行咗咁耐先揾到粒。你們今天找了多久啊？我們從早上就。這個是你們今天挖的？今天挖了5碗。哦，太少。喺山挖嘅菌咧，佢始終都有啲蟲眼噶啦，呢啲正常啊。你話要完美好難嘅。好累啊！這個真的不是那種一般見的，就不是那種。我只是給他當保安，人少，這個裡面有熊啊。哦，這山上有熊啊？有，對啊，狼什麼都可以啊。哦，這麼多野獸了，原來。對啊，如果熊來了，俺保個留下不得，我先跑點下不得。哦，已經算是很多。現在已經在分級了，這個是極品的。哦，呢啲已經係 A 加啦。啊，頂級貨啦。呢啲係 B 貨。哦，86、87年開始剪這個菌子。這松樹裡面的松茸跟栗樹的那個松茸，它也是顏色不一樣。松樹的那個有小點黃，栗樹的那個裡面就是白色。松樹啊，松茸的就是擺了一晚上，就是它就變成有種變調，它是不會變，它就是保鮮的。為什麼香格里拉這個松茸出名的這個新鮮度太強，鮮度跟香味都是很好。哦，因為它海拔高，3600對，你看西藏啦、德容啦，那些就是為什麼岡本香格里拉松茸，這個新鮮度給出名了嘛？為什麼香格里拉的松茸就是為什麼新鮮度這麼好，這麼好的品質，就是主要就這個啊，森林特別好嘛，你看自然的特別對啊豐富。以前就是在到四川的那個，就是我們說是甘孜啦，還在那些地方香橙啦都有，稻城都有這個松茸，但是產量也少，它就沒有這麼好的，它又是植被不是那麼好，是不是？主要是香格里拉是
我们也去过好多地方，但是我相信我们香格里拉种植被好的地，最好的没见过，是要什么有什么。我们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哎，哇，5到7， 5到7，頭同身差唔多大，這個漂亮啊！啊，大姐，你一般早上幾點來這裡採松茸啊5點半。呢啲半開嘅又分開，啲精品咧獨市啊！哇，呢隻靚，百里透紅嘅喎，這邊嘅松茸都喺啲座山上邊咧，將呢啲鮮採嘅松茸咧一摘咗，一落山即刻分緊，即刻咧拋貨箱發貨，新鮮好多啊！同嗰啲偏遠山區唔同啊，所以香格里拉松茸有佢嘅地理優勢，就係佢可以鮮採，即刻運到落山，即刻發貨。洗松茸係點樣咧？先咧攞把刀咧。嗱，批走呢個泥頭佢，就批啲邊邊就得噶啦，盡量批少啲。嗱，如果比較講究嘅朋友咧，就攞張吸水紙濕少水揸乾佢，然後咧咁抹佢，吸水紙抹到佢乾淨為止。咁啊，仲有一種方法咧，同樣係批咗個頭佢，批呢個泥頭，上面千祈唔好刮佢啊，咁批佢，跟住咧，如果你屋企有水龍頭咧，用過濾水嗲住佢捽佢，冇嗰個過濾水就攞礦泉水，嗱咁。喺水度迅速捽佢，千祈咧唔好刮走表面啲浸潺啊，同埋啲浸褐色嘅嘢，佢就松茸多糖好嘢嚟㗎嚇。咁咧整完之後咧，攞個吸水紙慢慢吸，慢慢抹乾淨佢就 O K 嘅。咁呢度咧條件有限喎，你攞張不鏽鋼刀啦。一般你想靚咧，攞陶瓷刀或者係嗰啲竹刀比較好啲嘅，咁或者用手撕嚇。嗱，呢啲咁新鮮香嘅你啲松茸咧，做刺身都得啊，你睇睇。除到直接飲豉油芥辣得噶啦，你睇幾脆？哇，香到！呢啲靚嘅香格里拉松茸煲雞真係一流啊！特別係煲清雞湯啊！嗱，一般我哋點整呢？兩種做法，一種呢就係先拍兩片薑，掉落熱水度煲滾佢，跟住斬碎啲雞剁落去。咁啊滾佢幾分鐘，跟住再懟松茸去，又滾佢5分鐘，咁啊落鹽調味就 O K 嘅。有一個係精華版係點樣做咧？就係影隻靚土雞原隻去咗個屁屁佢，咁咧就拍片薑，成隻雞咧放晒落去個湯度，唔好斬開佢，煲佢慢火煲佢2個鐘，煲完之後落鹽調味，調好味再落松茸煲佢5分鐘就 O K 嘅啦，又香又鮮。即係咧，我哋做咗咁多年餐飲啦，松茸都試過好多產區啊。點解而家一直堅持香格里拉松茸呢？第一，品相靚；第二，鮮度夠；第三，香；第四，脆。落少豬油或者牛油或者花生油燒香嘅咧，慢慢煎佢。如果你要滿足自己嘅超級食慾嘅話咧，一定係香煎。厚切香煎松茸，衝擊你味蕾。你睇睇我哋啲松茸幾靚仔，先講下規格先。呢隻就係3至5、5至7、7至9、9至12啊。相對唔同規格咧就唔同價錢。咁咧其實味道咧差唔多嘅啫。不過你話要嚟做刺身嘅話，建議咧往大嘅拍嚇，大隻啲佢肉厚啲，同埋咧比較更爽脆啲嚇。我哋啲松茸咧全部收桶貨翻嚟咧，精選嘅精品嘢嚟㗎。咁10斤貨咧，精選出嚟可能得5到6斤啊，其實都有3到4成嘅下欄嘢㗎。咁全部安排發貨咧都係精選嘅，你睇睇。佢自己食嘅話咧，建議咧3至5啊，5至7啊。如果送禮咧拎得出手嘅7至9、9至12，睇下呢啲夠晒有睇頭啦。嗱，香格里拉松茸咧，佢係白裏透少少赤紅色㗎，唔係烏卒卒㗎，你睇。我哋啲松茸咧，全部都係香格里拉本地貨，唔會溝集其他產區嘅貨啊嚇。我哋每一日咧啲松茸全部都係早上收貨，咁咧中午可以分緊，下午咧打包發貨俾你哋。咁咧大概係隔1日就到你手㗎啦嚇，大概48小時內到你手嘅，全部發飛機空運，包郵到家。